喂，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749，又同大家咧研究下679G啊。咁嚟到呢個第30期啊，679G咧就呢個3月14號啊，星期二啊，晚上9點半鐘嗰日啊。而截止售嘅時間咧就係晚上9點3啊。咁啊個累積多寶已經去到超過4200萬啊，所以呢一期嘅頭獎基金咧為5000萬嘅，祝大家運嗱。咁啊呢期嘅14號星期二啦嚇，白色情人節啊，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啊？我話呢個白色情人節啦嚇，咁下一期就如無意外，就算6000幾萬都好咧，都應該係星期四開㗎啦嚇，3月16號星期四啊。嗱咁你講翻啦，即係嚟緊5000萬啊，即係5000萬咧又可以用翻呢個夜景嘅 poster 嚇，好期待你又用翻夜景 poster 係咪先？嗱咁但係咧，之前同大家講過㗎啦嚇。即係上一期咧，如果大家有睇節目咧都知㗎啦，其實所謂3900萬同4000萬都係爭100萬嘅啫。即係講過㗎，其實3000幾都係個，即係就算3900萬你都係細過4000萬嘅。但係你累積多寶幾錢係4200萬，即係次次咧嗱，其實有幾多期冇人中咧？嗱，因為你好多期冇人中，其實係大家有幾多期咧？數下先啦，嗱，你諗下2月28號咧，即係對上前個禮拜二啦，即係咁啊，跟住就3月2號、3月4號。跟住就係3月7號、3月9號同埋11號，即係5期冇人中嘅啫啊！5期冇人中咧，就已經有成4000幾萬累積多寶啦。即係我話俾你聽，如果就算呢一期冇人中，去到下一期咧都係6000幾萬多寶嘅啫啊！6000幾萬你都係唔會㗎啦，除非你話過7000萬你咪會話取消一期嘅啫。如果你唔取消一期，你都係即係可能跟住咧呢個禮拜都係大獎周啊，去到5000萬樓上啦。但係我都話，即係次馬會親個數咧，都係大過本身個累積多寶喎，即係佢估細咗喎，成日都估細咗個數喎，你要累積多寶多過個數啊，真係好得意喎，調轉出嚟計嘅係咪先？又係翻啦嚇，即係如果咧呢一排都係呢個星期大獎周嘅話咧，咁應該都係枕住用呢個5000萬呢個 banner 佢啦，係咪先？不如睇下上一期先啦。嗱，上一期咧其實就你諗下上一期記住個重點咩？2張人中喎嚇，2張人中嘅喎，主要2張人中喎，所以其實就係頭獎嘅累積多寶都已經過4000萬，我哋估3900萬嚟做咩咧？係咪先？個頭獎幾多咧？嗱，6100萬係咪先？總之有2個個位數啦，係咪先？你一開少啲紅波咧，佢就即刻冇人中啦。可能開多啲紅波先有人中。上期咧個1號仔係紅波嚟啫嘛，1號仔紅波，跟住其他啲其他全部綠波同埋藍波嚟咪先？可能就開多啲紅波先有人中。但係嚟到呢個3月中啫喎，因為跟住呢期都係14、16、18咁啱啱咧我哋都同大家講過啦，我哋撳翻前面嗰幾頁，你睇下先啊，即係撳翻前面嗰幾頁啦，嗱你話個累積多寶已經係4000幾萬，你諗下5期啫喎，幾好5期，你仲要次馬會都估細數喎，次次都冇細數喎，次次都去到4000幾萬，咁即係話如果呢一期冇人中啫，5000幾萬喎，5000幾萬下一期即係6000幾萬。咁最大問題咧就我哋頭先同大家講過㗎啦，因為咧即係你嗰啲其實星期2啊嘛，跟住嗰期係星期4啊，嗰個已經跟住嗰期已經係星期4嘅星期6咧，所以呢個咧我哋有一個未確定性嘅因素啊，即係可能有取消搞主同定，但係你總之話俾你聽，不過過完個7000萬唔夠半個月就嚟翻個5000萬，係咪好開心咧？白色情人節金多寶，白色情人節金多寶呢個5000萬白色情人節金多寶係咪應該叫形容佢叫做白色情人節金多寶咧？係啦，咁即係唔知大家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啦咁呢個時候咧，當然就嚟到我哋節目都要重頭眼之際82單打時間啦。係啦，睇下今期啲咩單唔好買喎今期提供咧就係11、16、23、42、44、47嗱，仲有一次就係11、16、23、42、44、47買曬隔離左右係啦，白色情人節金多寶，咁跟住嗰條咩白色情人節之後金多寶究竟咧下期咧究竟係繼續上嚟跌翻落嚟咧會唔會又累積？因為你話球獎唔會8期冇人中啫，但而家先係第6期嘅，第6期同第7期冇人中係唔出奇嘅，可能隨時又去話溫發半個月之後又嚟翻7000萬，不過而家都係個5000萬等緊大家我祝大家運啦。咁因為咧我又唔知下期星期4、星期6號，總之呢期31期，呢期之後嘅7749咧就同大家見啦，拜拜。